路加福音第4章，耶稣本圣灵充满，对约旦河转来，圣灵带基督曠野，在基位40日，受魔鬼嘅试探，几条日嚟，其乜嘅也无说，日期一过，其就妒忌，魔鬼对其讲：你那是上帝嘅大，命令了石头变做面包啊！耶稣应讲：圣经讲，人嘅生存唔系单枪靠食物。魔鬼又带基督一个千个嘅素材，眼目之间将天下万国资本其看，对其讲：那是你拜俺，我就将了一切天边老荣华全部给你，认为了一切隆重日间交给俺，俺要本万年就本万年。耶稣应讲：圣经讲，爱拜主你嘅上帝，单单侍奉佢。魔鬼又带耶稣去耶路撒冷，喊佢企在升天最高嘅所在，对佢讲：你那是上帝嘅来，对了位跳下去，认为圣经有讲，上帝会吩咐佢嘅天使保护你，如果佢哋会用手扶定你，本你嘅脚唔会撞到石头。耶稣应讲：圣经讲，做唔得试探主你嘅上帝。魔鬼用尽各种嘅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耶稣转到加利利，圣灵嘅能力老其同在，佢嘅名声传遍周围嘅所在，佢在大家非常高人，大家隆重称赞佢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佢状态嘅地方。在安息日照其平常嘅规矩，日非同去。佢起起来，爱读圣经。有人拿先知以赛亚嘅书本佢，佢打开书卷，寻到一个所在写等。主嘅灵临到我，因为佢拥有高爱来见显我，喊我向穷苦嘅人传福音。佢派我来宣布，本人作嘅得到释放。盲目嘅人得到光明，愛愛使受壓制嘅得到自由，並宣布講主舒服嘅喜年來臨。耶穌將書卷捲起來，搞完會堂嘅處理，然後坐下來，全會堂嘅人注目看定佢，佢就對佢哋講：今晡日你哋所聽到嘅兩參經文已經應驗嚟。大家真欣賞佢，也奇怪佢安慰講話。佢哋講：呢個人家唔係弱勢嘅來嗎？耶穌老佢哋講：伊哋一天想要用兩句俗語對我講：醫生啊，醫你自家拿。伊哋還想要對我講：我哋聽講你在加百農所做嘅事，也應該行在你自家嘅家鄉啊。耶穌接定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先知在自家嘅家鄉從來係無數歡迎嘅。我老你哋講，事實上在先知以利亞嘅時代，以色列中有千多寡婦，嗰時連續3年半久，天寒無落雨，特為大饑荒，仲係以利亞並無奉差派去尋佢哋當中嘅任何人，反轉去士頓地區嘅撒勒法到一個寡婦屋下。在先知以利沙嘅時代，以色列中有千多不太過嘅，仲係除了敘利亞嘅乃縵，也冇一個人得到搶利。聽了呢句話，全會堂嘅人就太發現，佢哋哭起來。來佢去山外，帶佢到本港船，佢哋嘅神起在山頂，愛送佢下去。仲係耶穌對佢哋當中傳過去，做佢照嚟。耶穌去到加利利省嘅加百農山，在安息日，佢在基位教人，聽到佢教訓嘅人，攏總感覺非常奇怪。
因为佢嘅話親有權柄，在會堂度有一個邪靈附身嘅人，台上喊講：拿撒勒嘅耶穌啊，連肉品來關心我哋，而來消滅我哋希望，係天野萬人，你係上帝嘅選擇。耶穌命令幾隻邪靈講：點點對兩人身上出來。鬼使嘅人在眾人面前平下去，就對佢嘅身上出來，而失嚟也冇傷到佢。眾人非常觸驚，彼此議論講：你也多大係乜嘅話呢？佢竟然有權柄和能力指揮邪靈，邪靈也震驚出來。按樣耶穌嘅名聲就傳遍周圍嘅所在。耶穌離開會堂，去到西門屋下。西門嘅聰明愛速度熱片，發燒千里開，佢就求耶穌醫治。耶穌去看佢，騎在佢嘅船頭，一片熱片，手就推脱，佢嚴時放起來，就太記到。日頭落山嘅時，千多撥各種病嘅人，本親友帶來見耶穌。耶穌一日為佢哋按手，醫好佢哋，也有鬼對好多人身上出來，喊講：你係上帝嘅來。耶穌即批幾條鬼，不准佢哋講話，因為佢哋知佢就是基督。天光嘅時，耶穌出上去偏僻嘅所在，眾人四處尋佢，尋到後想愛留佢，無愛本佢離開。總係耶穌對佢哋講：我也應當去僻嘅省傳上帝國嘅福音，因為這係我所差派嘅目的。所以耶穌繼續在猶太大嘅會堂傳道。